喂，今次嘅旅遊嘅目的地咧就去到越南嘅峴港啊，咁啊復活節嚟到機場都見到隻貓喺度做打卡位啊，咁啊幾得意啊 ，OK， 咁啊機場嘅打卡位。咁到達咗峴港之後咧，行第一個景點啊，又係之前行過嘅沙茶半島啊。咁但係上次咧落雨嘅論盡啊，咁啊今次係揀影同埋用啲360拍攝手法拍一拍呢個觀音啊 ，OK。咁啊沙茶半島嗰個觀音啊。哇！咁之後咧會食到啲越南嘅美食啊，咁啊啲餐廳環境啊，都幾有特色，有啲嘢有啲即係叫做唔需要冷氣咧，但係都幾涼啊，有啲福士60年代甲蟲車啦，同埋咧有啲啲好似啲 coffee shop 啊，嘆一杯 drink 啊咁樣啊，幾特別啊，越南餐廳。哇！跟住咧就喺峴港住一間靚仔酒店啊，呢間叫 Golden Bay 啊。咁啊，雖然附近冇乜嘢行啊，但係咧面對無敵海景啊，有露台，即係有鍍金嘅洗手盤。咁啊，呢間真係超級靚仔酒店啊。咁啊，靚仔嘅酒店峴港市區。跟住又嚟到峴港市區必遊嘅五行山啊！咁啊，上次嚟嗰陣時係落大雨嘅，咁呢個咧就係要上幾百級樓梯去到個山窿度睇啲佛像啊！咁啊，經過一個路程先能夠去到呢個山區，又係唔錯嘅景點嚟嘅。咁啊，峴港嘅五行山。哇！之後咧去到呢個峴港博物館啊，未睇過㗎，咁啊都係介紹啲峴港或者越南嘅歷史啦。咁啊其實就係啲舊嘅啲沙煲罌罉啊，咁啊有啲譬如話仿製，應該係仿製嘅嗰啲越戰嗰陣時啲槍械啊、炸彈咁樣啦。咁睇一睇個峴港博物館啊。好，繼續喺峴港 City Tour 啊，咁啊有兩大主力啦，一個係龍橋啊，咁啊市中心嘅龍橋啊，咁啊一個漢江嘅即係來回交界嗰個橋梁啦，咁同埋咧一個粉紅色教堂，咁啊呢個係亦都係市區啊唔使錢嘅打卡點啊。哇！跟住就去到咧呢個咧叫美溪海灘啊，咁啊好似係世界6大海灘之一啦，30幾公里長啊，咁啊一個即係叫做長沙灘同埋沙幼嘅沙灘啦，咁啊去呢邊咧就志在打卡。咁夜晚咧去翻情人橋、龍橋呢邊嘅夜晚啊，咁啊睇咗打燈嘅龍橋，同埋咧呢個係叫做好似仿如美斯嘅標誌啦，咁啊都幾特別嘅呢個夜色。咁喺龍橋斜隔離啫，就有個叫山茶夜市啊，咁睇睇啲好似泰國嘅夜市咁樣啦，有嘢食有夜晚嘅地方啊，咁啊既然咁近，行一行呢個嘅峴港嘅夜市。咁啊嚟到峴港必食美食咧，離唔開大頭蝦。咁啊喺其中一間餐廳食一食個大頭蝦宵夜，有蜆有粥有大頭蝦，哇！美味的一餐啊！
OK， 今日去到咧，之前咧係去過拍過落雨天嘅巴拿山啦。咁啊，先上山腰先，咁啊睇到必定要入到嚟睇嘅必定打卡位啊，佛手橋啊，咁啊用埋360拍攝嘅佛手橋啊，咁啊巴拿山嘅山腰。咁之後咧上埋去山頂睇呢個法國村啊，咁啊巴拿山山頂係非常之熱鬧嘅，而且有好多機動遊戲啊玩啊，同埋好多食肆啊、飲啤酒等等啊，咁啊非常熱鬧嘅歐洲式建築嘅巴拿山。哇！跟住咧嚟到會安啊，哇！照緊呢間又係靚仔酒店 New World 喎，又係有露台房嘅酒店啊！哇，環境啊真係超級好，但係當然啦，附近係乜都冇嘅，好在即係嗱酒店有間叫 Kmart 嘅士多仔啦。咁啊，靚酒店靚早餐啊！哇！咁呢個咧都係呢啲好玩嘅項目喺峴港啊，加蘭島坐筲箕船啊，咁啊啲筲箕船咧就2人1架咁樣坐喺度嘅，咁啊喺個河中心兜一兜啦，咁仲有啲人表演啊、唱歌咁啊，幾好玩一個行程啊！咁去到今次咧最尾一個行程啊，會安古城啊，咁啊其實曾經都拍過，但係嗰次係落雨嘅，咁啊行一行呢個嘅峴港嘅即係代表性嘅即係個行程啦，有個日本橋啊，本身個新舊城啊，咁總括嚟講喺個古城兜個圈咁樣夜影啦。喂，咁咧就去到最後一集啦，咁就係去到 Vincon 商場行一行個商場啦，食一碗牛肉河粉啦，咁啊最後咧就去到峴港機場，哇，食一個好貴嘅 Burger King啊，咁啊真係唔想再講啦 ，OK， 咁啊今集呢條片係最後一條片啦。